多谢明兰，疫情一直扩大，桃园发生新北市某一个赛主会确诊者是桃园某一间国小学生的家长。桃园教育局嘛发出这个通知说明，有国小学生疑似确诊，这个学校随停课。规学校进行大消毒，连幼稚园嘛听讲有学生的家长确诊，幼稚园嘛紧急去消毒，停课7天。即嘛台上车用这个印刷电脑版的龙头厂敬平，嘛有员工确诊，目前敬平接触有11个员工，随进行居家隔离。教室内面逐位拢爱详细消毒，这是桃园一间国小。昨下晡学校发出通知，讲学校内面有学生确诊，赶紧停课。这2个班级。有一个是6年级，一个是1年级。那6年级这个学生是有确诊，1年级是现在目前是阴性。桃园市教育局回应讲，这2个学生的家长是新北市某赛主会确诊者，为了避免群聚感染，国小采取全校性停课。2个学生班级内面的同学甲老师嘛拢进行采检。家长赶紧去国小门口将囡仔接转去。另外，桃园教育局讲，某一间幼稚园的家长嘛是新北市某赛主会确诊者，幼稚园嘛预防性停课7天。桃园疫情一直扩大，连台上车用的印刷电脑版的龙头厂敬平嘛听讲有员工确诊。有卫生单位通知我们有一位员工确诊嘛，那我们就赶快根据这些卫生单位指导我们就赶快先把这位员工隔离。目前敬平员工有11个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，疫情是愈来愈严重，防疫措施未使前。桃园新闻线发生这一确诊的个案，和桃园市长郑文灿有够忝。开会时率度估，那工作比较久一点，因为昨天有追踪了很多个案，那跟相关人员讨论到很晚，但是该做的工作一项也不能少。疫情当然袂使放松，市长讲一定将这个防疫工作做甲完善。